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4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诈骗，聊一聊怎么防止诈骗。最近啊，B 站一个知名的 UP 主，好像叫什么大翔哥啊，然后他出了一个视频，说自己啊被骗了1000多万。昨天我看有人让我评论一下，我比较好奇啊，所以我就在网上看了一下资料。我看的不太仔细啊，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这种骗局啊，非常普通啊，不值得去研究，所以我就随便看了一下，主要是看那个 UP 主的自述啊，他自己拍了个视频，我就看他视频说的。2019年啊，这个 UP 主当时是月薪1万，是个打工人。这个 UP 主是北京人啊，在北京。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家里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住在五环外，母亲是普通职工，大概这样子的。父亲恐怕是个国企的中层，一个月2万块，家里开的车也比较普通，住的房子也很普通，就是在北京是个普通家庭。2019年的时候，他还是月薪1万的打工人，后来偶然的机会就在 B 站做 UP 主，和 B 站签约，25万一年。2019年呢，那正是各大这个社交媒体啊，在抢流量、抢客户、抢观众、抢优质内容创作者的时候，所以大量的烧钱。你只要敢拍视频往上放，你只要有人看，在平台就找你，给你钱，让你鼓励你继续每天更新。正因为在这种策略下啊，2020年这个 UP 主啊，他的签约费用就暴涨了120万一年。这只是平台给他的钱啊，一个月给他10万。至于他这个里面再加广告、接什么业配乱七八糟的啊，带货，那这个收入是非常可观，可以说啊，轻松的就超过了加藤老师。这么一说，加藤老师那个 MNC 机构确实啊，这个没少盘剥加藤老师啊。加藤老师说他6年从那个 MNC 机构啊，一共好像就600万，然后他被罚了900万，他觉得冤嘛。当然了，这个加藤老师一贯的啊，这个就颠倒黑白啊，混淆视线，转移视线，这个在所难免啊。但是至少说明，加藤老师他通过那个 MSN 机构6年才拿600万，这个你这么一比较啊，就是所以说人比人气死人嘛，人比人得人呐。加藤老师确实啊，受到了那个 MSN 机构的盘剥，所以说啊，这我支持加藤老师必须站出来掀桌子，对吧？谁也别想好。我们接着说啊，言归正传。2021年啊，这个 UP 主啊，时来运转，突然破圈了，就是他因为他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流量越来越大，被上层社会看上，开始出入高档场所、楼台会所啊。就在这个时候，命运之神啊，这个开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位 UP 主就结识了某位大佬，按照自己说法啊，是大佬。大佬到什么程度呢？在上海开了好几家高级餐厅啊，人均消费是2000的。然后大佬家住的是在上海啊，住的是500平的大平层。你这什么概念？500层的大平层，那这价值至少8000万1个亿啊，20万一平嘛，那是绝对的有钱人大佬，非富即贵。好了，大佬说一个人赚钱没意思，就是寂寞冷啊，就看中他了，就想带他赚钱。大家也知道，有很多大佬有这个癖好，就是说我一个人赚钱没什么意思，自己赚钱那不叫本事啊，我还带你赚钱，让你跟着一起飞，我才有成就感。所以说啊，这个大佬啊就相中了这个 UP 主，给了 UP 主一次发财的机会啊，让他出240万入伙。当然了，根据这个 UP 主的说法啊，这个大佬有意无意的向他透露自己的身价，什么各种豪车啊，数不胜数。然后在这个大佬的各种花言巧语之下，让这个 UP 主啊在就是自己没钱的情况下追加投资1000万。大概的意思就是啊，这个 UP 主说我没钱了，让大佬啊，因为这投了一年多，这240万也没赚到钱，啥也没见着。大佬答应他随时可以退股啊，把钱就还给他。令人惊诧的啊，是这个 UP 主啊，每次跟这个大佬说想把钱退回来的时候，不仅没退成，反而又追加投资了啊。但这哥们儿鼓起勇气，他发现不大对呀，对吧？投了1年多了都没动静，加上自己也缺钱啊，那个时候吧，他就跟那个大佬说，要不把那240万退给我吧。大佬说这叫什么事啊？卡号给我，马上给你退。这个 UP 主啊，一看我那绝对仗义啊，就这么痛快，所以他立马把卡号一给这个大佬。过了一会儿，电话就过来了，说我不是不退啊，你缺钱，我先给你退40万。他关键是我退钱给你，这打我的脸呢。这个我那么多人想跟着我干，
我力排众议选中了你，你是天选之子啊！我这生意都有伙伴的，伙伴都劝我不要带你玩，但是我就是要带你玩，大概这意思啊，我就是把这个意思重复一下，我就是看好你。这么一说，这个 UP 主也很感动，然后他说了啊，这200万先不退了，放在这儿，你什么时候缺钱再要，对吧？先退40万给你先花着啊，放我这儿马上就能赚钱了。然后是要不这样子，说我现在有个项目啊，投资是1个亿的，一般人不带他玩，但是你。对吧？你是我兄弟啊，我就看好你。兄弟没钱不要紧，对吧？你能不能找几个其他的 UP 主啊？你凑1000万，你不已经投了200万了吗？你再找800万，带你们一起飞，对吧？就群飞啊，对吧？带你一个人飞都没意思了，要带大家一起飞。这 UP 主再一次相信了啊，自己又追加200万投资，变成400万，然后他又找了6个，据说是他朋友还是怎么着，反正别的 UP 主啊。他要带那6个人飞，不是刚才有人就喜欢这样啊，就自己飞是不行的，还带别人飞才行，证明自己可以啊，有能力啊。所以说他动员了那6个 UP 主，一个人投100万，600万，这就是1000万。结果这1000万下去之后依然没有动静啊。后来这个 UP 主一看不行了，要不咱们退伙吧，又给这大佬打电话。结果这回这个大佬啊说法又变了，正好赶上疫情嘛，大家心里都有数啊。这个你看我们现在流水有问题，这个时候没钱给你退，不仅退不了啊，这困难是暂时的，希望你能拉我一把啊，给我借点钱。那这时候这 UP 主有点晕了，借多少钱呢？说借几十万，反正有多少借多少吧，渡过难关嘛。说过几天啊，我这个现金流一有了就还你。这个 UP 主就觉得我靠，你这么有钱，你都跟我借这点生活费了是吗？到这田地了吗？再说了，你认得这么多牛的人，你不能跟他们借个1800万的渡过一下难关，你跟我借着几万、10万、20万的、100万的过日子啊？你看人家怎么回答的？人家说咱们都是场面上人混，对吧？现在有点困难，不能告诉人家，我是把你当兄弟，是自己人，对吧？自己人才说实，才这个啊，你在外面说你也借几十万，咱是要脸的人，大哥要面子啊。好，这个哥们儿UP 主被他一忽悠之后，再一次追加投资啊！这回啊，据他自己说啊，他把他的2个员工每个人借了50万，因为他自己确实没钱了，2个员工一个人借50万，借了100万给那大哥过日子吃饭，反正整个下来七七八八的啊，这个 UP 主给那个大佬转了1200万，大佬欠他的钱他是没辙，因为大佬现在在国外已经远走他乡润了，但是他担保的他欠别人的钱那得还，所以那6个 UP 主每个人投了100万，这600万再加上他员工一个人50万，100万，这700万他得还。按照这个 UP 主自己说的啊，为了还这700万，他把他家里积蓄，就是他爸攒了一辈子的钱掏了出来，甚至他奶奶的养老的钱，就是他奶奶一直拿退休金嘛攒着，说攒了120万，这个钱给他了。但是他奶奶下面不是他爸一个人呢，他奶奶还有其他女儿，也就是他奶奶这个后来他奶奶去世了，这不就是变成遗产吗？这个遗产也不能他一个人继承啊，对吧？他奶奶下面好几个孩子都得分呢，所以就变成什么呢？120万他已经把他奶奶的钱花了，还债了嘛，那就变成他也欠他那个姑啊什么叔叔啊，大概齐吧，反正他奶奶下面这些人钱。因为2023年啊，这个各个平台啊 UP 主已经饱和了，而且过了，平台已经不给这个什么补贴了，流量也不值钱了。就这 UP 主自己说啊，他说平台一不跟他签约，靠流量赚钱的时候，他的收入就基本上变成0了，就没收入，靠播放量没有钱，一下从云端呢坠到谷底。本来是意气风发，觉得可以上什么9天揽月，下5洋捉鳖，这下突然发现自己赚钱很难，加上负债这么多啊，这个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吧。如果感兴趣，你就可以自己看他的视频啊，自己自述。然后这个 UP 主他自己总结的其实很到位，他为什么上当受骗啊？他这个心路历程啊，没错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人上当受骗，或者骗子想骗你，基本上就是抓住你2个弱点，就是人性的弱点，一个是贪婪，一个是恐惧。但凡骗子下手，一定是从这2个方面。而这个 UP 主啊，因为我对他不了解啊，我只是看他自述，给我的印象就是，首先一个呢，莫名其妙的一夜暴富，也不能叫暴富啊，一夜从一个月入1万的打工仔，一下变成年入几百万。他不知道是自己的能力，还是平台，还是运气好踩中了风口，他迷失了自我。第二个就是虚荣，赚点钱马上就开始买跑车，这就是一副穷人乍富的样子，买了跑车还要换，因为他迷失了自我，所以他没有办法自我定位啊。然后这个所谓的上层啊，给他升个这种，或者在他本能的就想万上结交，
攀附，因为他很容易啊，从年入10万一下就变成年入几百万，他就认为他一年赚1个亿那是理所当然，那是应该的，所以他就会这个自我的这种期许啊，自我的期望越来越高。当然了，他自己本人有总结啊，我觉得这个他总结还是比较到位的。这个就是命运呢开了个玩笑，对吧？突然让他暴富，突然一下就把他所有的东西拿走，凭运气赚来的钱，凭本事给他败掉。哎，说的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每个人呢，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只是这个剧本呢不尽相同而已。只是他这个更显得荒唐，更显得幼稚，或者更显得蠢，真的是一个没有被社会洗礼过，没有挨过铁拳的人，一个小白突然一下暴富，一下完全失去了自己，他不知道是自己的能力还是风口还是平台魔力。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这个 UP 主遇到的这种大佬，所谓的大佬，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可能会接触到，多多少少啊。因为这个 UP 主他也是在吃饭的时候酒桌上认识的，社交嘛，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啊，只是我不容易上当而已。因为基本的常识、基本的逻辑告诉我，当年啊20多年前我在北京打拼的时候，那个时候做这个旅游啊，做这种商务客人、商旅，所以就会经常遇见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大家知道长安街边上北京饭店对面是什么叫长安俱乐部吧？那里面就有个客人，我经常到那儿去跟他接触，帮他订机票，帮他订酒店，也是这个搞得神神秘秘啊，气度非凡呢，一看就不是普通人，气场不一样，对吧？我每次给他送票或者给他订酒店，给他收他钱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聊几句或者聊一会儿，就像这个大佬跟这个 UP 主一样，有意无意的透露他的不一般，展示他的能量。出于礼貌啊，我都一般会听，然后恭维他几句，您真厉害。有一次啊，他突然跟我说，他晚上要去见谁谁谁，我说这不是好事吗？然后他说他缺2000块钱，但是他没有直说缺2000啊，他那意思就是晚上吃饭要花钱，问我有没有。你想啊，一般的人觉得哇这是个机会啊，但是我当时一想，我说我自己想，我说你都这么牛逼了，我操，吃饭还缺2000块钱。我说那时候2000块钱可不少钱啊，相当于现在2万都不止吧，因为那时候北京房价才多少啊。然后我就推脱啊，我有事，然后我身上没带钱。那个时候是我刚踏入社会，也有可能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机会，哎，错过了损失几百万的机会。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啊，还有很多。我经历社会这么多年，什么样人没见过？就还更离奇的，说出来别人都不敢相信的。大家知道某航吧？某航空公司啊，是不是几年前闹得特别火？里面传言的一个主角啊，核心人物的名字我都不提啊。就我们俩在一起吃饭的，吃了3、4次。他在上海有会所，我还去他会所，他专门招待我，就我一个人，他们4、5个人。但是对我来说，我就是听故事啊，不做任何决定。我听到的故事，对吧？后面还在接触的人，但对我来说，我都是把它当故事听。有一阵时间啊，网上不是老是说什么听床师吗？要说听床师啊，我还真够格，但是我不听啊。就是说特殊场合聚会啊，吃饭，对吧？有特殊的人在，他还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我会反问他，你说的这些我能听吗？你不要害我啊！也就是这些秘闻，对吧？这些小道消息，我根本就不听。这个 UP 主啊，实际上就是犯了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太想破圈，人家利用的就是这个你的这个缺点，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佬。他或许是个大佬，但他是个没落的大佬，是自己把自己包装成大佬，或者叫土狗炸个狼狗式啊。他利用的就是你想往上爬，想结交更高的人，因为这是很多人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如果你在社会中，你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听故事可以，但绝不动心，不做任何决定，你只是听故事，这是常识啊。你想一想啊，但凡有100%赚钱的路子，100%赚钱的方法，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你有什么价值？你是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还是什么价值交换？这个社会社交就是这样啊，一定是你有价值，别人才会跟你交往。你跟别人交往也是别人有价值，对吧？如果你现在啊月薪1万，你就是个写代码的，或者你就是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你看着也一般吧，就是个普通人。但是你会去跟一个清洁工人，你说我们俩交朋友吧，没事找他聊一会儿，晚上去撸个串，你会吗？你自己去想一想就明白这个道理。难道你的时间不要钱吗？你那时间你不能自己休息会儿吗？人本能的都是向上社交，对吧？如果是你们老板，对吧？或者是哪个大客户，对吧？行业的大拿说请你吃饭，
你再没时间你也去，屁颠屁颠的去了。你为什么不跟一个这个清洁工或者是工地上的这个搞装修的出苦力的交朋友呢？又没有价值啊，纯粹是浪费时间，浪费感情。当然，如果他也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也有可能交往。比你高的人，人家也这么看问题。所以这个所谓的大佬，带他一起飞，他以为自己很有价值，他觉得自己够这个分量，跟别人对等交往。实际上，人家为什么跟他交往，就是想骗他。真正的大佬怎么可能会跟他去浪费这时间呢？对吧？你能提供什么？当然了，如果这个骗子啊，这个大佬他也知道你会这么想，所以他一定会想个说法，把你这个顾虑打消掉，认为他跟你交往不是想骗你，发自肺腑、发自内心的，对吧？他肯定会想到一个说辞，打消你的顾虑。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就这么固执的认为就对了，你没有什么价值。那为什么他找我呢？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骗我。那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说他迷失了自我呢？对吧？他不知道这是平台给他的收益啊，平台的魔力。但是他以为我有这么大流量，对吧？他是开餐厅的，我们俩一拍即合，对吧？我可以帮他呀，是不是？他内心里也会这么想。我再找6个 UP 主都有流量，那流量更大，以什么流量矩阵，你看看是不是感觉逻辑上很合理啊？所以我们互相交换，我们可以交朋友的，这你就上当了。对吧？你这个流量能值钱吗？根本不值钱。再说了，流量都有价格，人家需要流量可以买，对吧？既然可以交换，人家可以买，为什么非要人家非要把那个稳赚不赔的机会给你呢？发财的机会给你，人家买流量不就完了吗？就是我们要假设一下，如果你是这个 UP 主，你会不会上当？你会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你怎么去抵挡这些诱惑？实际上就是抵挡自己内心的贪欲。因为赚钱太容易，所以你就认为我明年赚1个亿是应该的。运气赚来的钱，你认为是能力，明年没这个运气。所以你看那个 B 站的合同一到期不续签了，他1年他没收入，他就发现他的流量1毛钱不值。骗子固然可恶，但是骗子说实话他也是按照这个按照智商啊把财富再分配。确实他这个智商不应该有这么多钱，就是在骗子看来啊，骗你是合理的。我也被骗过啊，但是骗我的都是同学，就是让你没有戒备，是你想帮他，结果被骗。说实话，我要遇到这样的大佬，我考虑问题啊，我会是底线思维。什么叫底线思维呢？也就是我得看我这个钱我能不能承受，就这个钱很有可能没了，那我能不能承受？如果我能承受，那我就干，因为也有可能是个机会啊。因为这个骗子这个大佬他不是说啥也没有，不是真正的说他就是那种叫空手套白狼，虚构一个故事。他还不是，他真有餐厅，他在上海真有大 house， 很有可能的房子是租的，但不要紧啊，他有这样的实力啊，对吧？他真有2个餐厅也高档的，那说明他不是叫空口无凭，他有点实力。所以我要是对咱们也不是这个什么啊，咱们从上帝视角，你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啊，你说你不会上当，但是假设这个事情还在继续，你怎么判断？我告诉大家，就是底线思维。底线思维就是我把这钱投下去没了，我能扛，我不在乎，那你就玩。如果说这个钱投下去之后没了，那我就完蛋了，那我就不投，那投叫赌博，这叫加杠杆。面对机会你加杠杆，那叫赌博，你掌控不了啊。如果说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这个不叫赌博，对吧？这个是叫搏一下，万一那哥们儿他是真的呢，那跟着后面赚点钱啊。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说的，就是作为普通人呢，你就从底线思维。那底线思维恐怕就是你是我20万为限啊，20万没了我不在乎，超过20万我受不了了，至少1个月吃不好喝不好。但是以我的性格啊，说实话，以我现在的这种阅历啊，那是不可能上当。我是2021年8月份开始做自媒体，3年多时间，我在节目里面反复强调，对吧？不厌其烦，骗你的人可以，不能骗你的钱。我想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啊。如果这哥们儿，对吧，要看我的节目，给我充个电，我想他如果能听得进去的，他不会上当，得来太容易啊，胜利冲昏了头脑啊。2021年还做梦投资开餐厅，所以说1000道1万啊，就是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自己。你要先认识自己，你有多大能量，对吧？你有什么资源，你有什么背景，你能干什么事，然后你再想一想，别人无缘无故的找你，看上你了，是你长得漂亮吗？是你会说相声是吗？会逗闷子，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你只要正确认识了自己，对吧？你就能避免上当受骗。你就知道别人找你叫无事不登三宝殿，无事献殷勤呐，非奸即盗。这个3年多来啊，我做这个节目啊，包括直播，我的初衷啊，就是让我的粉丝或者是听众少踩坑，少被骗，少走弯路。所以这个 UP 主被骗啊，我就拿这个再说一说。要根本上去这个杜绝被骗，那你就
战胜你的恐惧与贪婪。但一个人呢，在你面前不停地宣扬他有什么资源，有什么朋友，能办什么事，有意无意的在炫耀他，实际上本质上就是想骗你。他在给你强化传递一个叫概念，他对你有用。一旦你接受了这种观点，对吧？你实际上就已经上当了，准备任人宰割啊！就像特朗普一样啊，特朗普每次记者一问他，他就说我跟普京个人关系特别好啊，普京还表扬过我。记者再一问他，我跟司令官关系特别好，反正跟谁关系都特别好，都熟。骗子都这样说，这些目的就是让你放松戒备，要相信他。最后啊，我再告诉大家，这个 UP 主被骗了，你应该从励志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也许我们现在工作不好找，钱不好赚，但你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你要想，这样一年都能赚几百万，我为什么不行呢？我差在哪儿啊？如果你老是这么考虑问题，恐怕有一天呢，你也能至少有所长进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